Hello， 直播间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 PR One 财经台。那今天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 Candice 秦，来自元脑健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那元脑科技呢，是一直基于非常前沿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一直关注大家的健康和生态。那今天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全球绝大多数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叫做睡不着。睡不好，睡不醒，是不是？没错。那这三大问题呢，如何来逐一的破解呢？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坐在我身边非常帅气又有才华的我们的 Button 先生黄劲松先生。那他是来自大湾区城市建筑学室内空气处理委员会主席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室内建筑、室内空气那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那大家不知道的是，2003年的时候呢，Button 他就是我们香港非典时期的总顾问了。那在他的朋友圈啊，有非常多的医生啊、教授啊，所以他非常一直关注健康睡眠相关的话题，也在做研究。所以呢，今天关于这个大多数人都关注的，为什么会睡不着、睡不好，或者是甚至你睡不醒，那这三大问题呢，我们就有請 Button 來為我們一一逐一破解。歡迎。好，大家早上好。我用廣東話 ，OK。唔好意思，我先頭俾帶咗去咗普通話。其實咧，OK， 其實就全世界有1/3嘅人係出現咗睡眠嘅問題。咁先頭 Candice 講得啱啦，就係分開3種，一種就係瞓唔到覺，點床點石；另一種咧就係瞓咗覺，但係就瞓得唔好，瞓完成晚之後好似冇瞓覺。第三種就更加痛苦啦，香港好多人都有，就係日頭起身咧一路都起唔到身，就係瞓唔醒，鬧鐘響完一次又一次都瞓唔醒。咁呢3個問題好困擾嘅 ，OK。咁其實咧我就喺因為我識好多醫生朋友，我啲朋友咧就唔知點解咧就遇到身體問題都會問我。我最多揾到嘅問題咧，其實除咗空氣咧，就係瞓覺嘅問題。是。好啦，咁瞓覺嘅問題咧，就今日 Candice 唔知瞓得好唔好啊 ？OK， 睡得很好。咁咧，其實咧就我咁講瞓覺嘅問題咧，其實因為好多醫生朋友咧，我同佢好熟，咁再加上咧，我發覺原來環境同生理同心理都有關係，所以因為我同建築有關，我同建築好熟，亦都同醫生好熟，所以我就嘗試去幫啲朋友。咁我就分析咗咧，其實咧我做咗好多調查，包括喺網上邊，咁就發現咧喺網上邊或者喺某啲平台上邊，你聽到同睡眠有關嘅分享或者知識咧，其實都係可能局限於某幾點，但我總括就係有10點嘅，有10點。咁今日我哋唔會全部好清晰講晒10點，我哋只會展開呢10點俾大家有個警惕。但喺10點裏邊咧有2點好重要，可能大家喺 YouTube 嗰度咧係或者其他平台咧都冇聽過嘅。今日我哋會展開講。好啊，第一樣嘢床非常之重要，床咧由幾十蚊一張到500幾萬一張都有，還有幾十萬、上百萬都有。香港有500幾萬一張嘅床，咁有冇乜分別咧？包括枕頭，有啲人就枕頭換嚟換去都瞓得唔好，都會瞓矮頸。咁所以咧，第一就係床咧要展開講咧，我可以講大概1集嘅 ，OK。咁所以今日唔展開，但我想提醒大家，第二樣嘢好重要，光。我有個朋友咧裝修完屋企之後咧，佢發覺咧用晒最好嘅空氣淨化系統啦，點解佢都瞓唔到覺咧？因為同我安咗啲空氣淨化系統，咁佢就話冇理由㗎。咁我上去屋企睇一睇，一上到屋企我就發現咧，佢原來佢聽嗰個燈光咧，佢開到好勁，係等於我去個醫院手術室嗰種光度。咁其實我朋友咧，佢一個人住，佢翻到屋企咧就一開燈就處一個高度光源嘅刺激，佢唔知係呢個原因，導致佢咧係冇辦法瞓到。咁佢只要改咗咧屋企嘅光源咧，就已經即刻瞓到啦。咁所以第二個好重要嘅一點咧，大家要留意光展開講咧，其實都可以講一集。咁所以今日都唔會長談。第三就係聲音。聲音咧，其實咧就我發現咧，就好多人對聲音好敏感。譬如舉個例，身邊嘅伴侶嘅鼻鼾聲，咁就要導致分房瞓或者可能某啲聲音就會導致自己瞓唔到。咁所以聲音有啲人就追求極致嘅靜，但係而家嘅研究咧發現咧就唔係嘅。原來有陣時你可能播啲輕鬆嘅音樂或者某一啲聲音咧，某啲頻率嘅聲音咧係會幫人哋瞓覺。應該你會展開講，呢個會展開講，因為同腦電波有好大嘅關係嘅。OK， 好啦，第四其實係乜嘢？就溫度。
其實溫度係乜嘢？溫度其實好多人唔知，原來咧溫度你只要做到兩樣嘢，會令你好容易瞓到嘅。第一，翻到屋企臨瞓上床之前要沖一個熱水涼。有啲人話沖凍水涼好啲喎，咩健康喎？因為有啲凍水涼嘅沖涼方法。但係咧，你可以日頭沖，千祈唔好夜晚沖。沖一個熱水涼之後咧，然之後用比較低嘅溫度房間，咁你就好容易入眠。OK，咁當然咧，溫度展開講又可以講好啦。咁我今日都唔會講嘅。OK，咁另外一點係乜嘢咧？就係心情。OK，呢個係心情，呢個第五點。OK，第五點心情咧，其實咧咩叫心情咧？就係話你個腦唔好諗佢好多嘢。其實咧有陣時你瞓咗喺張床度喺度諗緊咧，聽日又做啲咩就大鑊啦，就諗到天光都唔使瞓啦。咁其實點樣調整心情咧？有啲人嘗試用打坐、瑜伽。原來有啲人做唔到啲嘢嘅，佢可能冇辦法靜落嚟，佢亦都覺得咧好奇怪要做啲咁嘅動作。咁究竟有冇其他方法咧？原來咧經過而家啲方法咧，有一種叫電子睡眠嘅方法。OK， 佢係經過微量嘅電磁。一啲好細嘅電量嚇，就可以刺激腦去令佢放鬆。咁一陣間我哋會講多少少，就呢個可以協助你心情去調理嘅。OK，咁其實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講法，包括有好多唔同嘅醫生都會喺情緒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但係咧，我哋會集中喺腦電波同微電子嘅方法去做呢樣嘢。OK，好啦，咁跟住仲有一點，第六點係乜嘢？第六點咧，好多人都冇諗過就係譬如舉個例，有啲人可能佢身體天生有啲問題。舉個例，有啲人好容易抽筋夜晚抽筋，咁抽筋點瞓咧？就會痛醒啦。咁抽筋有好多方法醫啊，我今日亦都唔可能長講，但係咧我可以好簡單講，原來咧我哋有種我哋成日飲嘅嘢叫湯力水。湯力水有用嗎？係啊，湯力水原來可以舒緩抽筋嘅。呢個人唔係好知嚇。OK， 咁學到個小技巧。OK， 咁其實咧身體咧包括咧，我將佢歸納埋身體咧，就係包括就話可能你個鼻有天生嘅鼻炎，或者你嗰個你可能有睡眠窒息症，呢個都屬於身體本身嘅問題。如果你醫唔好呢個身體本身嘅問題咧，其他問題做好晒咧都會有幫助。但係因為如果你好嚴重嘅身體問題，譬如抽筋好嚴重，咁你變咗你就算你瞓着咗都會醒翻。OK， 咁所以呢個係好大問題。當然啦，亦都有一種就係泌尿系統嘅問題，成日要去洗手間。咁屬於第六種係屬於身體結構上嘅問題，就要揾出你係成日去洗手間啦，定係成日抽筋，定係咩原因？所以身體嘅原因係好重要。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時間，咩意思咧？要控制時間。原來有規律嘅睡眠係好重要嘅。非常規律嘅睡眠係非常之重要。咁另外咧就係食嘢。好啦，譬如舉個例，有啲人話夜晚好餓，瞓唔到覺，咁你要食少少嘢，但係唔可以食得太飽。調翻轉，原來你食到好飽咧，你都會影響睡眠嘅。好多人就唔知食宵夜咧太好食啦，食到太飽就瞓唔到覺。咁當然食物呢度咧，仲有好多食療係可以助眠嘅。呢度亦都冇辦法展開講啦，因為今日太急。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有啲身邊嘅伴侶嘅動作，即係咩意思咧？你可能呢個屬於第九點啦嚇。OK， 就係你上咗床之後咧，原來咧好多時，如果你身邊嘅伴侶喐嚟喐去咧，你亦都會瞓唔到，有機會。咁好簡單，你可以分兩張買一啲床褥，或者係點樣分開張床瞓喺隔離單獨立嘅床，或者小動物都會影響到，所以隔離嘅人喐都會影響到。咁另外咧就係空氣，空氣咧我想講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原來咧空氣裏邊有一個叫懸浮粒子啊，呢個懸浮粒子，呢度咧就係6000幾嚇。OK， 每半公升空氣6000幾 PM0.3。其實咧，原來懸浮粒子咧越高咧，會令到你瞓覺嗰個簡單啲講，你個房間嘅懸浮粒子越高咧，你個心跳率越快。心跳率會快咧，會令到你攰，但係瞓唔到。OK，咁好啦，調翻轉有一個或者唔好叫調翻轉，我哋有一個叫二氧化碳，另一個就氣態性嘅問題。如果二氧化碳好高，咁就會導致你咧，你個房間瞓到好，即係可能去到朝頭早啦，二氧化碳升到4000幾個 ppm 咧，你會導致你好難醒到。咁所以咧，其實咧，原來瞓覺另一點就係去觀察你裏邊嘅空氣質量、二氧化碳嘅濃度、氧氣嘅含量同埋懸浮粒子嘅情況。但係好無奈，而家嘅建築體裏邊咧係唔會幫你量度呢幾樣嘢。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就為住呢樣嘢咧，我做咗一系列嘅好精確嘅儀器咧，就可以分析到房間裏邊質素。好啦，咁好啦，我講咗咁多樣嘢咧，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原來空氣嘅問題好少人提？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今日好想同大家展開講咧，就係我哋嘅腦嘅情況。
咁啊 Candice 你可以調翻轉我反客為主啊！我就問翻你專家嚇你，因為 Candice 咧就係喺腦電波嘅了解咧就好多嘅，咁你就可以提一提腦電波嘅問題。對，其實剛剛 Barton 分享的幾個話，我覺得都是大家可能平時不太了解得到。當然說對於床呀、對於空氣呀、對於聲音啊、光啊都有影響，特別是空氣這一塊，我覺得是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就為什麼睡不醒啊，二氧化碳超標了這一塊。那其實我想補充一個視角是什麼呢？就是其實有的時候啊，你睡不好的話呢，其實是你的大腦信號、腦電波過於活躍了，知道？可能大家沒有關注過這個。那人的腦電波大概就是5種的，沒錯。就是當你就是基本上我們是伽馬波不常有啊，但是我們清醒的時候大部分都是貝塔波段。那貝塔波段大概是在13赫茲到30赫茲，貝塔波段就是容易讓我們產生緊張、焦慮。就如果你晚上啊，一般人睡覺前喜歡刷手機。那刷手機的同時呢，會讓你腦電波刺激之後更興奮，那你可能大多數就在貝塔波段，就讓你興奮、緊張或者焦慮，那你就更睡不着了。係，其實咧好多研究咧就係查一個打坐嘅真人嘅腦電波，或者係一啲咧祈禱緊嘅基督教徒嘅腦電波，都會發現咧佢嗰個上下波幅咧會係一個好極致嘅情況，依家就去到伽馬波。係咪？依家佢就最低個是 delta 波，係啦，就會係有2個極致。咁祈禱好深入祈禱嘅人咧，佢嗰個波段咧會偏向於好平靜嘅。只要佢係一個好平靜，喺同上帝溝通嘅情況會好低下。OK， 咁好啦。真人咧，佢會喺打坐嗰陣時咧，會上到一個伽馬波，或者有啲好天生好叻嘅一啲高智商嘅人，可能愛因斯坦。佢喺度思考緊一啲嚴重好特別嘅問題咧，佢會出現伽馬波嘅情況。OK，對，所以其實在關於睡不好這件事情上，什麼叫睡一個好覺呢？其實就是可能大家沒關注到一點，就是說深度睡眠的質量，它是影響你的整個睡眠的。所以就是說，在你的波段裡面呢，如果我們大多數是在德爾塔波的時候，0.5到3赫茲的時候呢，它基本就是在深睡時長。所以如果我們的人基本上啊，如果你的睡眠裡邊，你8個小時睡眠，如果有2.5小時的深睡時長，不得了了，那說明你的這個睡眠質量就非常的高了。所以好的睡眠質量呢，也是跟你的深睡時長是有關係的。今天呢，其實我們覺得就是從幾個維度哈，簡單給大家去分享和討論一下。非常感謝 Barton 從幾個維度，一個是別的不用說了，我們今天集中說一下電磁波，因為我想多說2句啊。其實很多現在一般的情況，如果你一個人睡不着覺，剛才我說了10點嘛，就算你這10點都全部關注做完以後，其實也沒有，現在還沒有一些太多的方法可以讓你自己在家裡面量度你的腦電波的情況。所以現在其實我挺推薦如果未來有一些可以量腦電波的情況的產品，可以全面在市場上，大家可以多關注。因為當你知道你睡的情況，經過腦電波分析是最有效的。現在你如果要做這種測試，你要去到醫院做一個睡眠的測試。其實這一塊非常難，因為腦電信號很微弱，它要採集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沒錯，好了，另外一點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啊。其實，在1950年代、50年代，大家去網上面也可能找到。5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個很厲害的蘇聯科學家。那時候蘇聯啊，你不現在就叫俄羅斯啊。大家可能看到俄羅斯現在打仗不太好啊。以前其實他很多很厲害的科學家。OK， 那時候科學家在研究不同的專業科學裡面領域很廣啊。其中一個在睡眠。OK， 睡眠的時候，他發現用一個微電去刺激放鬆我們的腦部，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現在這個方法也是科學家裡面，科學界裏邊其實都喺度推薦緊呢啲呢。究竟點樣用微電流去刺激個腦部呢？去做呢個分析，同埋點樣令到佢嗰個腦電波情況呢，可以幫助去令到佢放緩，係啦。
鼻完先頭咧，Candice 話0.幾個 Hertz 咁樣樣，係。對，是。所以其實在整個的睡眠生態裡面呢，我們一定要是基於腦科學、腦數據，它是最嚴謹和最科學的角度，讓大家全面的了解。那不管是外在還是內在，內在其實就是你的腦電狀態對於你的睡眠的影響。所以呢，還有一本書，最後我也想推薦給大家啊，有一本書叫《Why We Sleep》。非常暢銷一本在全球的書籍，就基於腦科學這一塊，告訴我們人為什麼要睡覺，怎麼樣才能睡一個好覺啊！最後也給大家做一個推薦哈。係冇錯，咁大家就希望咧，今次就比較特別，係普通話同廣東話混合。OK， 咁同埋我先頭講咗10點咧，其實我相信大家如果喺互聯網度可能會揾到，但係因為好多喺互聯網度教睡眠嘅方法咧，其實佢只不過集中喺幾點，佢冇講晒10點嘅。咁我就建議大家如果好認真研究晒呢10點咧，大家就可以瞓一個好覺啦。OK，是的。同埋第二朝起身就唔需要經過鬧鐘刺激而醒。其實理論上，如果係做好咗呢5點咧，第二朝起身應該好精神迎接新嘅一天。好，那今天呢，關於我們睡不着、睡不好、睡不醒的話題呢，也非常高興，我們 Button 從10個維度來給大家去分享，特別是最後關於空氣、關於腦電波這一塊，也希望大家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關於腦科學的視角去了解如何睡一個好覺。那同時呢，也祝願在線上的每一位觀眾、每一位聽眾都能睡一個好覺，每天都可以好睡，都可以好醒。OK， 對。還有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咧，覺得咧呢個話題有興趣咧，都可以留言，睇我哋可以集中喺某一點再講多少少嘅。因為先頭太多內容啦，所以我哋差唔多啦，咪 OK。好，咁就希望大家點讚嚇，上我哋個台度點讚嚇 ，OK， 咁啊，拜拜。好，謝謝大家收聽，謝謝，拜拜。